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今天的节目是咱记到跑歌声，节目开始由方力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，邀请全国好朋友共同欣赏收听。更当辉，谢谢。谢谢这首歌曲叫做轻松的光东花。啊，见管见管见管。迄就是这个练啊声。哦。这个音乐都要起劲，啊接近像这个实际。哦。安尼起来是听起来时阵呢，迄个感觉较无共款。是哩，好，谢谢。哇，山顶啦，咱这大哥大姐真正有支持啦吼。谢谢尤大哥、尤大嫂，今日搞炸哦！哎，我教我看者来，木火大哥、隆中大哥好，谢谢剑松大哥、蔡文正啊，搞炸搞炸，长生大哥、徐妈妈，谢谢咱博启大哥、文川大哥、古大姐阿姐、树森哥哥，你足久无来啊吼！来，秀仁大哥，感谢冠中大哥，谢谢嘉明大姐，哎，五个永顺啊大哥。国登大哥好，佳佳、美华姐啊，金贵阿姐、玉轩、申树哥哥、咱的秀芳，跟咱的嘉明大姐，谢谢您满满的抱个声哦，感谢。
吼，老师，哎，你安下早爬开的时阵，你有感觉讲就不可思议，怎么会那么热？是啊，今年就这个热天特别热。对，哦，所以讲呢，这款的就咧提醒就讲，咱的这个山头，嘿，咱的这个风水地理未使随便破坏啦。也毋是伫咧台湾，世界各国拢共款。是哦，你若无吼，嗯，你着一寡树啊斩掉啦，是啊，吼，啊拢去种啥？去种牧草。啊，种牧草的时阵饲啥？饲牛啦，饲一寡只啊，像这个叫做禽兽吼，啊来满足着讲咱的这个口欲。所以讲有当时啊呢，我家己本身啊一礼拜，我嘛拢讲安尼，那如果会拄好的时阵，尽量拢食这个菜啊。卖造成就像这个叫做咱的地球、气候会做这个负担。啊，最近做这个天气吼，真正吼，这个吼动不动，动不动就是37啊、38啊。对哦，吼，也像这个日头这个晒啦，啊，规身人的是拢安尼强要安尼浮起来，啊是呐，迄就是咧，就这个热啦。哦，咱体内面的时阵，一定外口温度悬嘛。是啊，啊，咱体内面的时阵，介就形成就这个作用的时阵，拢伫咧蒸发去啊。吼，所以讲伫即搭像这个时阵呢，咱本身爱注意着讲就这个潮沙，啊，其实呢，这个身体内面拢总会安尼点点啊，也伊咧发出着就这个吼，这个境界啊。安尼哦，伊会甲你警告啊。爱加啉一寡水。对对对，你若如果来讲这欠水的时阵呢，伊会去伤着身，对头呢。甲对骹拢出代志，这做对的时阵吼，咱看来节目除了讲听这个轻松歌曲以外的时阵，我尽量将我所捌的，吼一寡就在知识，甲咱观众朋友告知，吼。你讲真像讲，这个日头伊本身热，啊流汗，汗流三滴，汗流出去，迄就是水啊。是啊，啊，即款的水的时，会做咧吸下的当中的时阵，吼，咱人挡袂了，会引起啥呢？啊，你欠水啊，是啊，血就靠着落啊，对啦，就引起中风。哦，甚至的时阵吼，咱的记忆力的时阵嘛会减退。是，搁再来的时，咱的像这肠啊，吼，泌尿系统欠水的时阵，伊会变成这肉都会结石。哦，较口结石啦。吼，甚至这个气路，吼，这个水无够的时阵，伊会引起着讲这个关节的酸痛。对，头壳嘛会疲劳，对，嘛较会气喘。像来气喘，红叶啊。这个肺部欠水，吼，嘛较会喘。所以要多喝水。人若欠水的时阵，皮肤就歹，嘛较会过敏，嘛较会旧筋，嘛较会引起着就这个痛风啦。所以讲每一工的时阵呢，拢爱加啉一寡水，吼，这爱提起着咱观众朋友健康上重要。对。安尼，啉水的时阵呢，也算讲呢，佫上醒的。对吼。该啉咧，身体轻松，吼啊，关心到这个关节，着降火气，对啊，脑中风啦，较袂怣气。对，这个头壳欠水的当中的时阵吼，毋是入水哦，入水是伤济气。欠水的时阵，头壳的时阵会怎啊怣气安尼？哦，人个是讲入水咯，你的脑子进水了，啊，进水就是怣气啊哈。但是这是啉水吼，将咱的身体规身躯拢有欠点的所在，拢总甲补充甲够啊吼。好来，讲到这，谢谢哦嘿，来丽梅姐好哈，咱的尤大哥尤大嫂哈，谢谢我们的邱大哥嘛上线，还有江明大姐，来佳佳，还有我们的秀峰，感谢您哦吼。我咧讲啦，像拄则老师讲较济吼，就是讲。其实水真重要，而且水是安怎上界省的，无叫咱开钱哦。迄食药啊嘛爱开钱呢，较方便。你若食保健食品嘛爱开钱呢。对。但是你若啉到水滚水，跟兄好滚哦。当然你若是讲恁兜水的品质较无好，你就是这样过滤一下，安尼是上界好啊哈。一工上无爱啉2000cc哦嘿。后来即摆要来准备点歌。今天安排头一首歌曲哦，《更党辉》。不对哦。你就这。来，好，迄个无小调，来，金门高粱之恋。北海洋奔去，金门湾的黄昏时，送君的心情绵绵，姑娘点。
之乱。观众朋友所点唱的一首歌曲。来第二首《何日君再来》。此顿分明月目白，忧愁西窗台。昨夜思君君无来，小路空等待。是台语的哦，唔是邓丽君的哦。这首叫做《何日君再来》。来第三首《爱情汉诗篇》。是你安怎？我可是讲你举起来，你要唱。我要唱啊，对，来啊！你安怎对你讲出心心内话？心跳几年，较想嘛歹势。我伫你外就完全袂讲话，只好头咧咧。好，谢谢。来第四首哦，第四首是《北国之春》。是啦卡巴熬入啦米那米卡热，去趟你诺哈鲁北国之春。来哟，第五首是咱的《白牡丹》。白牡丹笑文文，遥遥含泪盼亲眷。来，今仔上尾的这首哈，《月夜愁》。一色就在三山路，风吹微微。以上6首歌曲，准备跟咱观众朋友来做互动哦。来点歌，83263178。83263177。来，中华关市第八国关市区控诉哦。来，头一首歌曲《金门姑娘之恋》，第二首《何日君再来》，何日君再来。第三首《爱情汉诗篇》，第四首《北国之春》，第五首《白牡丹》，第六首《月夜愁》。以上。欢迎头一位观众朋友入山。哎，你好，剑山哥哥。你好，好啦。芳玲啊，我爱情汉诗篇有行过啊，你有收着无？啊，未收到，可能明仔载才收会到吧。收到啊，人收到。好爱情汉诗篇啊。汉诗的哈，好，谢谢。来，徐妈妈。喂。喂。哎，徐妈妈。喂。今仔要听倒一首歌？我点去调好你两个对调。哦好。爱情的汉诗篇。好。啊，搁北国之春。无问题，谢谢徐妈妈哈。好，收到啊，嘿，谢谢。来，昆清大哥你好。好，今仔要听倒一首？北国之春。北国之春哦。哦，我下开。北国之春。好，谢谢你哦，谢谢。喂，你好。喂。哎，有大嫂你好。美女老师好。嗨。我点3到5。安尼哦，好3的。到5。好，谢谢有大嫂平安哦嘿。好，平安。好，谢谢谢谢。来哟，电话吼，咱基本拢总会使甲卡开哈。啊，来哟，金婚姐啊。喂。金婚姐你好，嘿。这爱情汉诗篇。好，我写开哈。来佚佗啦。好，谢谢你啦吼，阮这吼金婚姐伫咱屏东哦，屏东吼迄海咧专门咧卖海产的哈，咧卖迄红鲫啦吼。后来电话咱即摆呢线顶就是卡咱头前即线电话83263178326317，这段时间就互咱观众朋友来做互动点歌，吼点歌。当然，阮的节目有2个时段来做互动吼。
头一阶段是点歌，第二阶段咱会准备，互咱观众朋友来摇歌嘿。喂，你好，宋华姐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北坡山。北无等咯，介意即首遐。好啊，好啊，谢谢谢谢阮的宋华姐哦吼。好，谢谢。好啦，谢谢咱再来坐啦哈。好啦，好。我这住伫中华福兴的吼，宋华姐哦吼，谢谢你。来，再来接一个电话者啊。哎，你好。喂。喂，阿姐啊。我要点那个点歌，我要点23。2跟32哦。跟3。哎，啊，咱住倒位啊？我龙潭。哈？龙潭。哦，龙潭遐。龙潭。哦，龙潭了，啊，变我李大姐啦哈。通。好，谢谢李大姐哦嘿。好，谢谢平安，谢谢。好。喂，你好，叶大姐，你好。喂。叶大姐。喂。你要听倒一首歌？今仔听第2首。第2首。哦好，我写开哈，这是阮的叶大姐歌。好哈，平安哦嘿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其实基本上吼，咱每一天安排歌曲，逐首拢足好听。你像讲迄《爸母等月夜树》啊，这是甲包括迄个榕树是喺北国之春，你若一寡阿姐人我听过咱东洋日语歌的人吼，这首歌一定有。这较早拢啊调顶。调过啊。在前景的时阵，较早吼，迄个铁盘啦，还是讲像即个或者什么录音带，也伫咧风行的时阵，拢超过几多100万的。对啊。啊，咱当然啊，咱的这个经典的，吼，咱就本身吼，当这个回味的，怀念的歌曲，去甲唱一歌。对，吼，好来哦，咱即摆先来准备一首叫做《爱情的汉诗批》。来，这首歌曲吼是咱的剑山大哥。徐妈妈、尤大姐、尤大哥，哈，啊个尤大嫂了哈，咱的金婚姐啊，还有我们的李大姐哈，所点的哦哈，邀请全国好朋友共同欣赏收听哦吼，谢谢大家，感谢您，还准备爱情还是这首是合唱的歌曲呢？是。以前我听500甲万芳唱嘛。对。哦，来哦。万芳的声是足甜的啦，过奶。过奶。要安怎对你讲出心内话？想了几年，却想嘛歹势，看着你我完全袂讲话，只好头咧咧。要安怎对你讲出心内话？讲了每日，较想嘛你一人，心情像像春在风底吹。伊搁写着一条爱情还是悲。为怎才会完全来表达我的爱？你的温柔，你的可爱，你的美丽，你的风采，我对落你无边的情海。怎对你讲出心内话？想了几年，却想嘛歹势，看着你我完全袂讲话，只好头咧咧。要安怎对你讲出心内话？讲我每日较想嘛你一个，心情像像春在风底吹，只好写着一条爱情还是悲。为怎才会完全来表达我的爱？你的温柔，你的可爱，你的美丽，你的风采，我对落你无边的情海。吉他甲扫落来。
爱情喊西配。呵呵，这首歌曲安尼有轻松无？真轻松的，这首歌。动感的歌曲。嘿，好，谢谢大家。啊，感谢我们的徐爸爸，您的捧花声哈，玉轩，感谢尤大哥、尤大嫂，哦，荣华大哥来了哈，谢谢坤星哥哥、秀芳，谢谢咱的尤大哥、尤大嫂，美兰姐好，谢谢我们的徐爸爸、徐妈妈、素英姐，感谢春来大哥啊，哥咱的佳佳啊，佳佳古大姐啊，这美华姐姐哦，吼，当的你好，谢谢金山哥哥，来捧花声拢总有默默收到啊，吼。哎，谢谢。来，一首歌曲了后，咱马上赶紧的吼，因为咱的节目较短啦吼，所以讲咱的速度爱赶较凶咧，吼，才有法度将单元拢总做出来。第二单元就是来甲咱听歌，要歌名，好礼相送哦吼。今仔送什么？送这罐啦，吼，我顶了我有讲过嘛吼，我险险啊去互迄落做隐翅虫咬着，吼，啊好佳在但是吼，伊虽然我无甲拍落吼，但是伊伫我骹底安尼甲我扫落了后，我毋知是心理作用啊啥吼，瞬间感觉讲脚底发麻，规个讲气甲拢顺开。好佳在，我真正嘛是赶紧甲我。听到伊3字的时阵吼，起着惊。哦，因为这毒素真悬。对，你敢若盐酸共款。是啊，若生着个时，啊较紧冲水，较紧冲水吼。来。观众朋友吼，莫讲隐翅虫来较恐怖吼，都蠓虫咬伤，你都现热现体吼吼，腰啊那会酸、抽、疼、麻痹、暗暗，哇啊变变涩涩叫，啊若讲咧开车的时阵会想要拄久的，来讲咧热咧吼，啊马上提神，世界好用了嘿，来准备2首歌，今仔日头一首送分题，恁电话会使先占线。2字尔，2个字，哦，国语的歌曲，来回味起来。偶然，就是那么偶然。我们并肩坐在一起，唱一首我们的歌。纵然不能常相依，也要常相依。天涯海角不能忘记我们的小秘密，为什么忘不了你？为什么惦记着你？多少的时光流走，多少的记忆在心头。你悄悄地来，又悄悄地走，留给我的只是一串串落寞的回忆。偶然，就是那么偶然，让我们并肩坐在一起，唱一首我们的歌。纵然不能常相依，也要常相
什么忘不了你？为什么惦记着你？多少的时光流走，多少的记忆在心头。你悄悄地来，又悄悄地走，留给我的只是一串串落寞的回忆。这一首歌曲叫做什么名字？两个字而已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，感谢哈，好来。来，听完这首歌曲了后的时阵呢，我哋来唱这占雅文啦。占雅文的先讲去做这个咧，酒听心听听了了后，讲这啉酒啊，拢讲到做这假情假爱，加写出了一对歌。讲咧查甫囡仔啦。去甲做即个吼，酒场的时阵呢，伊毋是为着酒啦，无是为着啥？伊本身的心是为着色啦。啊，要啉酒就对厝啊啉就好啊。所以讲花言巧语特别多。是。来，安尼即马先互咱观众朋友来听看卖啊，要看卖啊，这首歌拢总是3个字哦，吼，3个字哦。喂，你好，阿美姐。但是你所讲的每一句每一字，我拢无来袂记。对我讲你的心歌，你写较硬，只会对阮落去。茫茫的我叫死，只要讲话较真实。饮要酒中情的滋味，那搭无情的你，予我心痛着强袂醉。山明海誓，山明海誓，天长酒袂记，艰苦用手把水。是酒醉，但是你所讲的每一句每一字，我拢无来袂记。对我讲你的心歌，你写较硬，只会对阮落去。茫茫的我叫死，只要讲话较真实。饮要酒中情的滋味，那搭无情的你，予我心痛着强袂醉。山明海誓，山明海誓，天长酒袂记，艰苦用手把水。这首歌曲同款有3字，
后拄的是2字尔吼，对国语歌，好再加上这个台语歌。后来我这边就是依照像这个惯例，来甲走伫这个热门的音乐了后呢，也要来甲公布答案。谢谢 ，Thank you， 阿里嘎多，安主席，感谢恁热情的参与咱这个幼歌的这个活动。那我这边主持呢，要来甲公布就这个答案。头一首歌吼，头前2字就唱出来啊。2字就唱出来吼。偶然就是那么偶然，让我们并肩坐在一起，唱一首我们的歌。来，这首歌叫做《偶然》，偶然。这首足侪人对的吼。来，第2首呢？第2首歌曲。迄阵你脚是酒醉，但是你所讲的每一句每一字，我拢无来袂记。这首歌曲叫做《酒中情》。啉酒的人讲话拢袂当准算哦，吼！你人讲的，你无醉人醉去啊！你啊讲话要哪有准算吼？好来，女人不醉，男人就没有机会。哦，是啊，这是查甫。男人不醉的时阵，要来去互骗去感情咧，所以讲这是相对的。是啦。即摆是男女平等吼，酒吼啉气氛你无拄好就好啊。哦，头壳爱清楚，担头爱会知，较袂失身去。哦，嘿。来，好啦，安尼头1首就是咱偶然，第2首就是酒中情，以上就是遮济咱观众朋友要着吼，先甲你收开哦嘿。来，老师来准备你的下一首歌曲。阿芳玲呢，跟咱观众朋友来啊啦，顾一下身体。今仔顾身体吼，这个档期观众朋友。真重要。来，这个档期吼，咱观众朋友你都爱注意啊，因为吼，这无定定有的物件，伊也有分季节，而且呢，咱这经过特殊超临界点的治法，哎呦，这成本是足悬的吼。咱观众朋友，平常时啊，你着甲买一撮倒来厝藏的时阵，吼，真正若讲为头壳甲骹底，就是这贴啊哈。来进广告咯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来，今日再次慎重邀请到咱的吴教授来到现场哈。教授你好。嘿，黄玲你好。嘿，讲到吼，那这蒙青草药啦，也是讲咱这个吼传统一寡中草药就好啊。好，若讲爱问咱这教授，迄教授讲吼，人伊第2名尔啦，其实伊讲伊第2名，无人敢讲伊第1名。
50多年啊，对啊，对蒙天啊。草啊，啊，若讲到这啦吼，黄教授，咱咧讲做咱这组土良精的吼，吼，这土良精吼，观众朋友我一定要讲互恁听。迄顶逝我安尼去教授遐，啊，甲讲说哦，教授恁兜的土良遮济着，啊，人拢教你，我要去摕2尾安尼转来炖，结果看到迄吼，你送安尼灌2桶哦，吼，啊，若讲超过安怎？超过10两以上，伊才有收啦。超过10，若讲无超过10两，就讲10两以下吼，伊拢佫摕倒转呢。哪会去？嘿啊，那呢？迄个拍算啦，迄无够力啦，效果无遐好啦。所以讲，咱这个土良精伫咧制作的过程是正港活体，对，拢是活体哦，就是我亲目睭看到哦，活体，而且拢总是野生的，爱超过10两以上，咱才有采取。但是你来买我吼，我是内行的呢。你嘛伫迄个铲啊，哦，人讲铲鸡罗麻，就是安尼啊。啊，若只讲罗麻？罗麻我咧讲吼，真正的土良你听咧啦，伊的葫芦头啊，胭脂尾啊，鸟厝啊耳啊，正讲土良啦。你啊，一滴滴仔尔哦。是。是啊，啊，迄我咧讲吼，迄干那安尼摕转来安尼炖吼，好赞啦，就足赞的啦。但是咱教授讲啊，方玲啊，即马这生物科技吼。佫较厉害，浓缩，再浓缩，这是帝王的补品呢。是啊，系啊。咱这吼观众朋友啊，咱这经过咱黄教授吼，伊甲采取了后，伊经过这呐浓缩再浓缩，教授讲这叫做100倍浓缩。对，你听咧。好，黄玲啊。山顶、山上是这个鹿茸啦。是。啊，若海面呢，海边土良啦。对。吼。这查甫人咧食偌好，你敢知？安怎好？容虚其实啦。是。暗时啊，毋敢等去困啦。哦。拢朋友泡茶啊。阿明啊，恁母也困啊无？对啦。迄是惊讲做转啊，阿母会讲甲招啦。煞毋知。啊，若手袂行，家己无法度表男主人学到过一笔记吼，秘手啦。安尼足闹气的。无查甫人生张啦。是啊。一日甲食啦。好。加食酒的吼，3粒啦，暗时啊有要创3回啊，听有啦吼，有要创3回啊，我是要歌伊吼，3粒，啊咧，迄个酒吼，莫配米露哦，啊咧高酒甲配淡薄啊，但是你若毋敢食酒，啊配滚水就好，1点钟进前吼，啊甲结3粒落吼，爱3粒哦，偌好用你敢知影？比迄个乌一空、乌2空、乌要10外空的，佫较好用啦。安尼观众朋友来注意听哈。嘿啦。老师，迄天咱伫咧卖时阵，这2盒咱就卖2500。2盒2500。2500块。对。今仔日来，一定爱优惠者，互咱观众朋友。吼，咱跩阿嫂听到安尼尔，即马拢想讲，啊无咱买2盒互大哥食看卖啊。我甲你讲，韦先生拢要有太太咧食。爱互相照顾啦。翁仔某2个嘛，顾用毋使，翁顾某，啊某来顾翁啊。对。食咧翁仔某呢，食甲老吼，好手牵的，来公园散步，世界来甲佚佗佗咧啦。即马拢开放啊，设计来咱就世界吼，游山玩水哈。反正我跟你讲，人甲无健康啦，剩甲济啊嘛无效啦。无效。一臭一某都无啥等于啦，对毋对？啊，甲无健康。你少年咧变咧等于零啊！人讲人伫天堂啦，啊钱伫银行啦。哦，人在天堂啦，钱在银行啦，对无？安尼哪有效？对，开袂着啦。所以讲，咱今仔来2盒2500块。是。教授。你爱啥嘛？爱互咱跩大哥大嫂拢总身体健康，安尼欢头喜面。安尼啦，莫讲，这大哥一摆2盒啦。特别今仔期末去送啦，来讲。好。2盒。好。太太食啦！哎呦，今仔日搁送2盒无？所以讲观众朋友啊，来，我拄则甲恁讨的啊，今仔日你甲咱购买着，咱的土良精，顶蛇阮是卖2盒2盒无，2500块。今仔日电话卡通的时阵来，搁加送2盒，买2送2哈。啊，咱2500啦。2500块。对。好，啊，咱观众朋友来讲说，啊，我要来大做的。哦。容虚其实啦，对啦，要食安尼青年偌好，安尼算叫的啦。调一个时间嘞，好好来。翁仔某要讲加食啦，来啦。来，大桌较有影啦。大桌就是。嘿啦，大只加菜有肉啦。8盒买那个4盒，买等于讲买4盒，再加送4盒。安尼8盒啦，8盒啦。8盒吼，老师啊，人买大桌一定爱搁较优惠。大桌8盒就5000啊。5000块。对啊。嘿，送济啦。
安尼。啊，无咱这观众朋友人讲要买大组。欢喜咯。嘿啦。几撮甲恁遮大哥大嫂啥秘书一个？来。好，加2下好落袂要紧，较大出手咧，毋着卖。我就是要加一盒尔呢。今仔老师讲要加2盒啦。来，观众朋友啊，好，今仔加嘛，真正老师讲的啦。大碗减满期啦。你敢知？你即摆买上来这组大组的哦，拢总是10盒哦。10克啊，10克啊，10克啊，5000块。你买到正港台湾野生的活体涂龙精哦。涂龙精正的哦。来，0800815181，0800815181。电话紧卡哦。赶紧打电话，谢谢。来哦，我即马准备开始来接电话啊哈！这真正这种档期吼，好，咱观众朋友真正是拢总满线的吼，让我这你有钱买袂到的。来，观众朋友来0800815181咯，咱今仔日吼，就是互你4盒2500块，4盒2500块。你若甲我买2组，就是8盒5000块对无？来8盒就是5000块对无？5000块，咱今仔佫再加码，佫加送你2盒哈。来哦，谢谢。喂，张大哥你好，张大哥。我伫大组。要大组的吼，张大哥你捌敢捌叫过啊？有啊，拢总有食过啊啦吼。真正袂歹啦吼，我咧讲咱吼老观众朋友拢会知影讲吼，买大组较会好的吼。好，谢谢江大哥。来，徐妈妈。喂。徐妈妈。安尼。好，你这组你问足侪届安尼。阮人讲要搁买啊。搁一组吼。阮人讲要搁买啦，买大组的。大组吼，好，我来写开哦嘿。啊。好，我写开吼，谢谢你哦嘿。好，感谢我写开大组，我咧讲吼。咱知影就是安怎买大组才较会好哈，电话爱接较紧的哦，因为规个拢满线哈。来，0800815181，0800815181来坤兔大哥哦，嘿，啊李坤兔大哥你好哈，啊来要大组的吼。无啦，我买落啦，我买要有10个。来，你等偌济哦嘿，好，来，线卡接落去哦吼。来，我们这一档期就是正港涂龙精。来，我讲者，咱的涂龙精吼，我遮搭有一粒。你看，我咧讲吼，观众朋友啊，咱这一粒等于就是人迄一罐，等于一罐哦吼。来一罐哈，来，喂，来郑南大哥你好。郑南大哥。我要一组大组。要大组吼，捌用过无？唔捌。唔捌吼，哇，啊你信？爸，我拢有咧甲你买啊。安尼吼，谢谢你哦嘿，感谢你哦嘿。好，感谢你哦吼，我写开哈，来，而且吼，我互咱观众朋友看者哈，这个咱的正港涂龙精哈，你看嘛，这内底吼拢高，所以讲有的观众朋友问讲，啊芳玲啊，你这安尼吼，我们这是高单位的吼，高单位，这一粒等于人迄一罐5啉的一罐啊，啊我这内底呢，一盒内底就是30粒，等于30罐济，你若甲我买10盒。5000块对无？一盒剩500块尔，你看外好就好哦。来，电话小姐接落去吼，来0800815181咯，0800815181哈，哦，来，我来讲，啊，你来这档期买无着，歹势，唔知要搁等到档期啊哈。来，金宝姐你好。阿姐哦。要大组细组的？细组几盒？细组4盒。啊，大组5盒。10盒。10盒。5000，佮加送2盒啦，你买大组的啦。好啦。好，谢谢哈。好，谢谢，我来写开哦嘿。好啦。好，感谢，来0800815181，芳玲咧甲咱介绍咱这组涂龙精，伊是正港台湾野生的活体螺做，而且卡都用咯，而且呢，咱做吼。咱这叫做100倍浓缩的超临界点萃取的，所以讲吼，伊会真好吸收，而且观众朋友你注意听哦，伊是袂冷袂熟，伊这经过萃取过了后，我咧讲吼，任何咱查甫查某拢总会使食，连囡仔都会使食，吼，所以讲伊真好伫咧哈，内底当然有咱的骨胶质。有软骨素、玻尿酸、骨蛋白，包括咱的矿物质啦，还是 DHA、EPA、生长因子拢总有。所以讲这自古早之前人就安怎，人就咧讲种这涂料足好的啦来哦，时间的关系好来，谢谢雪昭姐。来，这家庭甲你讲好无？
好，啊，无我等下敲电话甲你回电话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你哦，谢谢，好。来，啊，这吼，咱做大哥大姐哈，如果你若是讲要问芳玲来讲，吼，要问芳玲，无要紧，我小等的吼，线卡你才敲我就好啦，安尼好无？吼，有的阿姐讲，听，拢总老满线师你准备歌曲哦，嘿，好来，有的阿姐讲，啊，都要买互恁大哥食的，吼，也是讲大哥呢，要买来食，啊，歹势当线顶讲着吼，其实哪有好歹势，这大家嘛会使食。吼，查甫拢会使顾哦，吼，这咱我来讲控底，这甲底甲你控好在，我咧讲吼，你身体才哪才会用。你着好人就叫你甚至吼，你包括你咧食一寡保健食品吼，伊嘛会安怎，伊嘛会较好吸收，是真正的吼。好来，因为即马拢总满线，老师来安排这首的《何日君再来》。阿芳玲刷卡到这电话啦，嘿，谢谢。好来非常。喂，非常感谢吼，咱观众朋友大家相同福气吼。这一年的时阵咧，无3摆啦，吼，这甲你保证正台湾的哈，最互你吼，用着了后当中身边咧笑脸的吼，嘿，来，我即摆主持来甲献唱这个《何日君再来》。人世
间凌乱啊，悲欢世怨，谈无情红尘一场无奈。叹世间花蕊啊，淡化遗恨，一年情话化作今年阴霾。此顿分明月目白，忧愁世装台。钓伫花蕊想实在，何日君再来？这首就是布袋戏人的主题曲，黄飞所唱的《何日君再来》。感谢，谢谢。我来非常感谢吼，你来讲像咱的咧，翕卖做这个龙啊的时阵吼，这用伫倒位咧，有观众朋友伊毋捌报，你敢知？你所有住伫边地，住伫做这个合作吼，这个高山顶的。去找海口的朋友、亲戚，包括亲家亲，恁敢有去掠着土龙？有去掠着迄龙啊无？哦，啊要创啥？要救人呢？哦，迄有的先对3楼顶、4楼尾顶的先做工事抓坠落来啊！迄已经10多年啊！是啊！啊，你卖梦卖体，啊倒伫眠床的时阵，要讲植物人，伊个会摇酸？毋是，吼，安尼啊！迄款的做这了重伤的，甚至开刀了后的。你若如果即尾龙啊食会着就对啊，伊会串筋入骨。哦，啊讲像迄有诶顶啊，新妇生啊，已经娶入来啊，已经娶入来甚物7、8年啊。係。哦，啊拢总像这无笋通好破，你甲试看卖啊咧。试若无效，要检查叫医生看，到底是查某问题，哦，或者是讲翁诶问题啦。是啦。那体力较无足。啊，那如果正常的人的时阵啊，那如果食到即尾龙啊的时阵呢，真正的时阵呢，会发怒。像咱这，啊，你若讲聚会啦，咱黄老师讲的安尼哦，吼，迄个骹的身体咧行，身啊咧拖咧安尼，哦，啊，拢无力的，即款的这啊，精气神无够饱的，即尾龙你食看卖啊咧，你互你学了甲达志，是，吼，来，谢谢，这无趁钱的啦，哦，迄龙啊，是无人伫咧卖即款介绍。其实吼，伫遮甲咱观众朋友报告吼，如果你拿到东西的时候，真正是咧救世吼。我咧讲吼，方林吼，佮加第2粒互恁看吼，这个甲加开的时阵，伊完全哦，吼，伊真正是顺度有够，就是我咧讲，这一粒等于就是恁去买规罐的安尼，而且吼，你若是讲安尼片，它是那个。足香的啦吼，佫没有腥味哦，另外种完全没有腥味，因为这都是活体才有通安尼吼。你看嘛呀，我煮安尼食就好啊。你这个味道就很香，你可以拿回去的时候试看看哈。我咧讲，这会使讲是方林伫咧卖时品质上介悬的，而且吼伊足方便使用，方便使用就讲你咧早出门的时阵，哦，你只要讲配一滚水就可以啊哈。好，来感谢您了哈，啊，电话继续给咱观众朋友来卡哦哈，今天最优惠了哈，谢谢大家。来，我即马呢先来邀出着今仔日咱这个哦吊歌的哈，来我即马音乐甲走落去。来哟，杜立纯。立纯，李孙姐啊，恭喜你哦嘿！就这个音乐搁较走入去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感谢老师安排下一首歌曲。其他鼓励哦，哈你。哎呦，来，我拄则吼，安尼个淡一嘴仔尔吼，足甘的啦，啊，气味实在有够好的啦，吼，莫怪这讲大人囡仔拢爱食，就是安尼哈。迄囡仔吼，食长骨的，好，足好。
足好啦。囡仔若袂晓吞吼，你只要安尼甲挤出来吼，甲拿一撮水，互伊过啉的也可以哦吼。像芳龄的话，我感觉我甲加开，煮安尼食吼，煮安尼食，真的很好吃呢。甲腊肉糊，因为迄，你老师你要腊肉糊啊。囡仔啦，后来就做你讲你的。来这吼，真正是你要甲拿一点点开水让它喝，它会香香的，很好喝啦吼。好来，感谢吼。来，落节目了后。来，小等下吼，落节目了后，来刷卡，即摆还阁有头3线电话伫咧做等待哈。耐心卡，耐心打哦，嘿，谢谢。Silakaba aozora mina amikaze kobushi saku ano kakitaguni no akitaguni no来，感谢咱观众朋友今日准时收看咱吉他澎湖下一节目。我小等落节目了后，工人甲帮你刷卡继续甲你做服务啦。来，电话赶快甲卡83263168326316，空白空空白一空白一，祝你健康快乐，明仔载这时间继续甲你收看，谢谢。이렇게 새세라기 마루 오키바시 가라츠노 메가쿠쿠 기타그니노 아키타그니노 하루 아우키자토 Nasenai mama wakarete gomoremu anoko waroshite ano furusato ni kaero kana kaero kana谢谢。因为头拄啊吼，录歌的当中程度了无真好啊。啊？